有啲病人睇落唔肥，自稱生活好健康，一 check 膽固醇就爆晒燈，你係咪其中一個呢？其實如果肥胖人嘅當中咧，超過60%嘅人咧，的而且確係有膽固醇問題。但係調翻轉咁樣講，若然我體型標準、生活檢點，係咪就代表冇膽固醇嘅問題呢？其實答案就唔係嘅。第一類咧就係我哋稱之為隱形嘅肥胖，就係啲脂肪咧積聚喺內臟裏邊，包住個心臟啦，包住肝臟、包住腸臟嘅。其實呢一啲內臟嘅脂肪咧，比起皮下嘅脂肪危險性高出好多倍。而第二類嘅人士咧，就係佢本身嘅病歷裏邊咧有一啲內臟嘅疾病，譬如某一啲腎臟啊、肝臟啊，同埋一啲甲狀腺嘅疾病咧最為常見。而第三類嘅病人咧，就係一啲藥物有關嘅，最常見咧就係一啲類固醇藥物啦，或者某一啲嘅免疫力抑制劑、荷爾蒙藥物，或者某一啲嘅精神科藥物等等。而第四類嘅人士咧，就係家族性嘅高膽固醇血症嘅人士。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咧，其實係一種家族遺傳病。佢嘅特徵咧，其實就係膽固醇指數咧異常過高，特別係講緊咧一個低密度嘅膽固醇。呢一個病症咧，其實由佢出世冇耐小朋友嘅時間就已經發病，而且呢個病症咧係跟佢成世，所以隨住時間咧個風險咧係一直累積嘅，係源於喺佢嘅基因組裏邊咧出現一個致病性嘅突變而導致，係可以喺家族裏邊一代傳俾下一代。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咧冇我哋想象中咁罕見，甚至佢係其中一種最常見嘅遺傳疾病。大約每200至到300人裏邊咧就有一個人患有高膽固醇血症。佢同時將來患有冠心病同埋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咧係非常之高。如果唔及早診斷同埋接受治療咧，每2位男士就有1位，同埋每3位女士咧就會有1位喺55歲以前患上嚴重嘅冠心病。第一類嘅人士咧就係透過你嘅血液膽固醇指數；第二類嘅人士咧就係若然你喺家族裏邊咧已經有家人診斷咗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第三類嘅人士咧就係你或者家人喺好年輕嘅時候咧就出現早發性冠心病。早發性冠心病咧係定義為男士45歲或以前，同埋女士55歲或以前發生嘅冠心病。而第四類咧就係喺臨床嘅檢查裏邊咧發現你身體有一啲特徵係同呢一個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有關，包括呢啲黃斑瘤同埋喺你嘅眼角膜邊緣咧出現一啲老年環嘅特徵。第一個部分咧就係一個簡單血液嘅膽固醇指數，第二個部分咧就係透過血液做一個基因測序。若然你家族裏邊咧已經有成員確診，我哋亦都可以透過血液嘅基因測序咧，去睇下你有冇攜帶同一個基因變異嘅。目前嚟講咧，我哋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咧並唔能夠完全根治，但我哋咧能夠透過生活習慣嘅改變，同埋一啲有效嘅藥物治療咧，好好咁去控制我哋膽固醇嘅水平。呢啲當中咧包括口服嘅藥物啦，同埋一啲針劑嘅藥物。呢一啲嘅藥物咧，能夠相當有效咁去控制我哋嘅低密度膽固醇，甚至咧可以超過70%至到80%嘅降低添。而目前嘅國際指引咧，佢係建議用一個風險評級導向嘅膽固醇指標嚟做治療嘅方向嘅。每一個病人咧都按你唔同嘅病歷，都制定一個個人化嘅低密度膽固醇指標。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由於佢哋心血管疾病嘅風險相當之高，所以我哋嘅國際指引建議咧，我哋嘅低密度膽固醇咧係需要控制到低過1.8，甚至部分嘅病人咧要降至1.4或者樓下。所以有咗一個明確嘅目標咧，我哋臨床嘅建議咧都係會採用一個更加積極嘅治療方案。有部分嘅病人咧，甚至需要用一啲合併嘅方法，包括口服同埋一啲針劑咧，去達至有效嘅降膽固醇效果。我曾經有一位病人咧，佢係一個40歲嘅女士嚟嘅。有一日咧，佢返工嘅時間突然間出現急性胸痛，而且症狀持續，所以佢立即去咗急症室求診。經過初步嘅檢查，確定咧佢有一個急性心肌梗塞。當時咧立即為佢安排緊急嘅心導管檢查，發現佢其中一條心血管主幹嘅血管咧完全閉塞。透過即時嘅心血管介入治療咧，我哋成功幫佢恢復翻個血流，打通翻條血管。透過血液嘅檢測，發現佢嘅壞膽固醇指數咧相當之高。我哋發現原來佢家族裏邊咧好多成員咧同樣都有一個異常地高嘅高膽固醇血症，而且咧當中有幾位成員咧有一個早發性嘅冠心病病史添，亦都進一步咧進行一個血液嘅基因篩查，
確定佢患有呢個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及後我哋進一步咧做一個家族嘅睾聯篩查，發現咧佢兩個女裏邊咧，其中有一個咧攜帶同一組嘅致病性基因變異，發現咧佢嘅壞膽固醇指數咧係相當之高。透過有效嘅生活習慣改變同埋藥物治療，我哋成功咧將佢嘅膽固醇指數咧控制喺目標嘅範圍裏邊，大大降低佢患有早發性冠心病嘅機會，同埋其他危險心血管疾病嘅風險。你對上一次檢查係幾時呢？膽固醇水平有冇嚇你一跳啊？如果有問題，記得同醫生傾下喎。